Hi，我係堅叔，歡迎嚟到癌友茶記。坐低飲啖茶先。今日我哋講癌症飲食。好多癌友一確診，第一句就問堅叔：我應該食啲咩好？老實講，我以前都係咁。未病之前，早餐一杯凍奶茶，午餐兩飯，夜晚返到屋企就求其食。病咗之後，突然間變咗營養學家，乜都上網 search 到自己驚。今日堅叔唔講咩神奇秘方，講5款最穩陣、最貼地嘅日常食物。第一，雞蛋，平、方便，有蛋白質，蒸蛋、蛋花粥都好啱胃口差嘅時候食。第二，魚唔一定要貴價魚，普通鯇魚、三文魚、龍脷柳都得，重點係易入口、易煮，蛋白質夠。第三，豆腐真係癌友好朋友，煮湯、蒸、滾粥都得，唔想食肉嗰日都可以靠佢補一補。第四，粥、飯、麵呢啲主食，好多人成日話癌細胞會食糖，所以唔好食飯，唔係咁簡單。你唔食澱粉，冇力行，冇力覆診，冇力捱治療，重大件事。第五，蔬菜唔係叫你生吞一盤沙律，癌症治療期間煮熟咗嘅菜會穩陣啲，菜心、節瓜、紅蘿蔔、南瓜都好容易煮。癌症飲食唔係鬥食得貴，最緊要係食得落，吸收到，身體有力繼續行。想我下一集講化療期間飲咩湯，記得訂閱癌友茶記。我係堅叔，下次見。